胃口。嗯好，来，好，头回本岛无事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来，好，安尼看，好，主后1885年5月17号，北部教会有设立两个本岛牧师，就是严清华、陈永辉。这两人拢嫁往了，爱变调吼，嫁往了，也是嫁往了，嫁往了，好，拢嫁往了。大陆来，爱变调还是变调？大陆来讲，大陆来讲，因的小段。应该变掉。大陆来讲，大陆来讲，因的小段，安尼吼。好，这段你干嘛？这段你干嘛来读一遍？头回本岛牧师，主后1885年5月17号，北部教会有设立两个本岛牧师，就是严清华、陈永辉。这两人拢嫁往了，大陆来讲因的小段。好，继续后一段。论严清华伫顶面已经有讲清楚。呾来讲陈永辉的好继续哈，陈永辉要这个名号做陈嘿，该部书拢是叫要一个名了解应该是第8条吼。呵呵，我来甲伊画清楚，一个要一。对，意思搁另外一个名啦，所以应该是。系啊，应该是第8条才对。这应该是印无清楚，也是系啊，一个名要一个名，或者但嘿，该部书拢是叫伊这个名。对。好，伊性道理不知早，该部书来淡水无偌久，伊就去听道理。到174年2月15号有领水礼，后来有做该牧师的学生。到175年有去传道理，所点的拜堂有7位新店、大龙凤、下上洲、溪洲。溪洲敢是？头一个叫新港的，听我把酒回去啊！新港敢是伫台南遐南部遐？毋过应该毋是，应该毋是即马迄个新港吼。我毋知影即个新港是北部倒位新港。我来看迄个叫出迄个马街的教会的表来看卖，敢要传互你？我传互你看卖。好，迄个链接伫遐，链接传互你啊。新港，伊讲新港是伫后龙镇一个所在。后人是后人，好，就是伫苗栗遐吼，苗栗。嘿，所以讲即个新港毋是即卖的新港，是苗栗。好，安尼了解。新港、大龙凤、下上洲、溪洲敢是桃园遐？好义保定新民复兴里叫做新港。遐一个所在叫中港，我毋知个新港吼。你拄则讲问，还是你拄则讲啥？有一个溪洲即马伫倒？你敢是伫桃园遐？桃园。桃园。溪洲就对所在溪洲呢。就溪洲，系啊，毋过就是即马，系啊。
就是上界有名的，就因为有迄个做迄个要哪讲旅游观光区敢是安尼讲观光区哦，伫咧迄个溪州，系啊。我捌听过。安尼我敢是记毋着去，我记做迄个溪州，我来看觅。迄叫做溪湖，溪湖甲溪州无溪州吼，溪州哦，伊讲是伫板桥呢。板桥哦，溪州。毋过即个房顶记的溪州，伊是州是第7调，第7声。溪州，伫迄个即个表是第8闸溪州，毋知敢是对啦，应该是溪州啦。溪州，系啊，州才是第1条才较对。溪州，好，应该是即个好。溪州继续新店、中港、石口，好，这段你敢捌来读一下？好来。屯咸清华伫顶面已经有讲清楚，单来讲陈永辉的，陈永辉也有一个名，号做陈喜，家牧师拢是叫伊即个名。伊信道理不迟早，家牧师来淡水无偌久，伊就去听道理。到174年2月15号有领洗礼。后来有做家牧师的学生，到175年有去传道理，所今仔写点呢？所点的拜堂有7位，我咧想应该是所点，应该是不是太多。所点的拜堂有7位，新港、大龙帮、下新洲、溪州、新店。中港，石口，OK。中港应该是，就是我拄则讲迄中港苗栗迄只中港吼。对，伊讲是伫德南遮嘿，对。嘿，德南甲迄个苗栗敢是真接近？其实差就远。是啊，但是伊讲头祖苗，感觉遐德南往南就是苗栗。伊较活新竹啦吼，其实伊较新竹市关系电脑较近啦啊。是哦。苗栗市和但是属于苗栗县啦吼。生活区是伊生活区较活。等一下，我毋知德南是属伫苗栗县呢。哎呀，我看名德南感觉是。你想讲伊是新竹县咯？德南是。系啊。原来是安尼。我地图都无，伊属伫苗栗县啊，但是伊较活，伊是较活新竹。较活新竹。原来是安尼。我即马第一摆知影。所以你问讲伊，敢是较嘿苗栗。伊新竹县这只是宝岛嘛吼。这只就是香山区，这只算新竹市啊，但是当然新竹市区伫遮嘛，伊伫即只嘛，伊袂介远。你若讲苗栗市，就伫遮。好。算伫中啦，但是因较接来新竹啦。我知影因，譬如讲，因若要买啥物，较消费较好的消费，因会来新竹啦，因袂走去苗栗啦。苗栗市一个算庄脚所在尔，所以因较袂走对遮来。好，咱继续。中港是即个位，因为条中港溪，开始行啦，我嘛无介清楚，因为我毋是介熟，对遮无介熟。但是有一条中港溪啊，所以因即只叫中港啊。因为较早我伫台北咧上班的时阵，有一寡同事住伫即只客人，所以伊定讲起即个中港溪即只。这在迄所在，了解。石口你知吼？石口哦，毋知。石口伊讲就是上山向为什么安尼哈？石口。了解。石口
上山应该是日本名，马子堰上山，为什么叫石口？为什么石口该叫上山？我嘛唔知呢。哦，好，了解。嘿，上山嘛是有一个火车头遐。嘿，石口上山，哦。我就查一下看。淡薄仔好现。对，伊个名是安怎改？因为日本人改名有时哦，原来石口本地是迄个原住民语。嘿。哦，是上山是因为日本人讲迄个景德甲日本做诶上山接亲像。哦，足趣味诶，头摆知影即款代志。这毋知影是真诶假。我感觉这黑白写的，因为日本人你改即个地名诶时阵吼，应该有另外一个道。伊应该是即个原本的即地名，用即个原本的即个汉语名去想办法去转，比如讲用迄个音去摕因日本的迄种汉字来共音的来用，安尼，譬如讲读高哦吼，就是安尼来吼。関西嘛是安尼啦，関西的关西啦吼，关西伊是咸菜甕。但是客话是敢若是関西款，所以遮近的嘛。无可能啥物含。当然，你若像伫咧花莲遐吼，迄种号名方式，都真正是甲，比如讲因可能较早，那敢若英国人去来美国遮 New Jersey 相款嘛，就是一寡地名用原在来的所在嘛。较熟的一款名，比花莲就做什么鹿野啥有诶无诶无？哦，啥有无？迄拢是本名。即个上山我都毋知吼。是毋是真正含上山景色景致相像？我毋知。感觉后白写无应该无啥对。系啊，伊有另外一个网页讲法，讲是石口即个词伫日语内底有不雅的意思，就毋知影是，我毋知影日语，就毋知影伊讲的是啥物意思，有啥物无好听的所在。嘿，好，无重要，就是上山石口即个所在。我们会当知影上好啦，尤其是含你遮近的所在。系啊，就是一个市区。嘿，有一个讲。嘿，因为讲是真济哦。石口应该就是伫日语的迄个。哦，原来是即个。好，原来是安尼。这毋知吼，这个。对日语我毋捌日语，所以讲毋知影。这咁。即个遮翕相的迄个石口的迄个风景嘛是真水，真水的。上山哦，嘿，上山嘿。好，嘿啊，毋过应该是翕相的人较贤翕相。好，我呢，好，可能是啦，但是今仔日学。嘿啊，今仔日才知影，学着即个是。好。这段你拄则已经读过了，好，你继续后一段吼。后一段伫遮的所在点第一句就是新店。第185年5月17日有升做牧师，后来新店的教会有请伊做牧师。继续好，伊毋若伫拜堂传道理，也捌斗帮赞教生学校，也捌甲该牧师出外巡视教会。敢若变调巡视教会？巡视教会，安尼。巡视教会变调吼，巡视教会。好，即两段你敢来读一下？伫遮的所在点
第一句，所以这只头前较嗯哦嗯歹势，是点嘛毋对啦吼，头前嘛是所点的拜堂嘛，所点的拜堂，我头毋对伊啊。所点的拜堂吼，这只是所伫遮的所在点第一句，因为这只爱变调变点第一句，就是新店。伫1885年5月17日，升做牧师，后来新店的教会有请伊做牧师。伊毋若伫拜堂传道理，也捌斗帮站教神学校，也捌甲该牧师出外巡视教会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论医做主的工，头尾有25年久，到1898年8月8号，忽然过往伫新店礼拜堂，吼，即讲遮新店爱变调，新店礼拜堂，听见的人，毋是听见的人，听见的人真奇怪，该牧师甲伊的囝有去甲伊送葬，安尼读吼，送葬，是，送葬，等来记即个词，送葬。以外，还有真侪人来去迄碟来送伊。迄碟来送伊，对，真侪人来送伊，迄碟埋葬伫新店的山，后来有改葬伫淡水该牧师的部队，甲伊3活。这段你敢来读一遍？好，论伊做主的工，头尾有25年久，到1898年8月8号，忽然过往，伫新店礼拜堂，听见的人真奇怪，该牧师甲伊的囝有去甲伊送葬，以外还有真侪人来送伊。迄碟埋葬伫新店的山，后来有改葬伫淡水该牧师的部队，甲伊3活。送葬你毋捌听过吼？无呢，毋捌听过。会使就即摆会使叫会着意思，毋过就真正毋捌听过。送葬啊。好，送葬，伊敢是真世上的事。系啊，对啊。好，会出山较食听。对啊，就是办丧事的时阵，安尼讲啊，送葬啊。送葬，好，了解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伊过往了，有留伊的某甲2个囝，3个查某囝，3个查某囝伫咧伫地，好，3个查某囝伫地，伊的某到1921年11月27号日，忽然过往，2个相款的病死，听起来有亲像迄个传点病的款吼。唔知，理解好，这我来后期好，继续偏偏是礼拜日，现时伊的囝拢还伫地，大囝，而且大囝但称伊伫
艋舺咧做牧师。第二囝陈清忠伫淡水中学咧做先生。大查某囝但是真人嫁萧安基牧师。第二查某囝但是迄个声调看无清楚，敢是第三条专弟？可能。但是专弟嫁李佳芬起考，起考的先生，迄个起考是啥物？起考牙科。哦了解。起考的先生，看喙齿的好。起考的先生。第三查某囝，但是这是啥物写条？冰卿吼，冰卿嫁水莲，嫁水莲，嫁水莲，嫁即个姓，好，嫁水莲。郭啦，可能是郭啦。了解，嫁水莲，了解。所以讲有一寡腔口会讲过吼，过嫁水莲。好，牧师现今伊的户诶总共有35人，拢有领洗礼做基督徒。哇，足侪人。好，你敢麦来下一遍？基督家庭哦，2、3代了，几十人，要食100人嘛有。嘛有，就真厉害。对遮开始读吼，伊嫁往了，有留伊的某甲2个囝，3个查某囝伫咧。伊的某到1921年11月27日，也忽然嫁往2个相款的病死。我咧有可能是，比如讲心脏病迄类的啦。早忽然嘛，拢讲忽然。中好兄。无意着，无想袂到对啦吼。是啊。也偏是礼拜日，现时伊的囝拢还伫地。大囝陈清义伫艋舺咧做牧师，第二囝陈清忠伫淡水中学咧做先生。大查某囝但是真人嫁萧安基牧师。第二查某囝但是全弟嫁李佳芬起考的先生。第三查某囝但是冰卿嫁水莲牧师。现今伊的户诶总共有35人，拢有领洗礼做基督徒。好，继续吼。后一段论陈英辉牧师一生有几若项苦处。第一，真好品行，也温柔正直。这是第8条还是第4条？应该是第8条吼。正直，第8条。好，正直，敖吞论，敖疼痛人，不论会内会外的人，真尊敬伊。好，这段你敢麦来读一遍？论陈英辉牧师一生有几若项可处：一、真好品行，也温柔正直，敖吞论，敖疼痛人，不论会内会外的人，真尊敬伊。好，继续。第二，啥物？
信用用，信用，来，等下我来信用迄个用有录音哟，信用用真清，这是太破也是真正有这个音。敢若是两个拢会使吼。哦，就好，我来就好现的来查一个。嗯。真正是呢，拢有哦。有迄个有我有代理店有收有录音，有取迄个音用信用哦，所以信用，咱拢甲咱音去拢音系啊，拢噪音啊，读出来用。系啊，用好，用哦，安尼啊，以后拢读用吼，信用。系啦，看卖信用用，伊代理店真正都无收无G的音，敢若收，我来看卖信用这个音俩，来看找代志看卖信用嘿，信用。代理店嘛是收信用啊。真正嘿啊，找代志嘛是收信用诶，完全无想到是这个音。我讲嘛，因为系啊，我毋捌听人安尼讲伊，讲实在。系啊，日常生活中拢是用。系啊，平常时咱拢读毋着去啊，对啦。系啊，系啊，拢是读较简单用。嘿，是，哇，原来是这样安尼嘞，头摆学着信用。好，我来给他画起来是信用，因为这个信甲用哩，因为信后壁偏音嘛，所以信用就变成信用，变成嘿啊，嘿啊，这应该是咱一般人讲话这种懒音化去啦，变成懒音化，嘿，甲迄个录音拢无去啊，是较好念嘛。嘿是，嘿啊，就是较简单念出。好，继续，信用真深，热心，什么 A 什么，热心爱讲，敢是爱吼爱，热心爱讲道理，教育对中基道，迄个对中是什么意思？对中，敢是对中，敢若注重哦，注重着了解啊，对中我来记起来。系啊，我知有哦，知影注重、贵重啊，对中是头摆听，记起来对中，讲意思好，记起来。注重、贵重、对重，好，我嘛记起来好啊。注重，好，注重有啊，贵重嘛有好，好，嘿，就是安尼，真重、信重，好，继续吼，教育定重，敢是安尼定重，好，好，了解，好，教育对重基道，大你3摆拢无亚先，常常叫伊个囝甲伊做阵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，你信用真深，热心爱讲道理，教育对重基道，逐日3摆拢无亚先，常常叫伊个囝甲伊做阵。好，继续。第3，对伊个什么职务叫尽忠，了解叫尽忠，好叫尽忠，不论派伊去什么所在传道理，伊毋捌提时，了解毋捌提时，也无嫌艰苦，也毋捌适用，
了解，这段你敢若来读一个？三对伊的职务极尽忠，不论派伊去什么所在传道理，伊毋捌提时，也无嫌艰苦，也毋捌失约。好，第四，为着道理拄着也困着，也无失志。发国拍台湾的时，伊伫新店拄着真大困着，伊店的拜堂，互歹人遐到边堆，伊的物件拢互歹人抢了，也煞要掠伊的囝去卖，就是现金伫网甲伫做牧师迄个，该在有好厝边，互因将必地，迄个请是互因请占味地，互伊请占味地，所以讲迄个味地爱读本爱轻声吼，本调甲轻声。我会安尼读啦吼，好，因为安尼我听，系啊，安尼较顺吼，味安尼读地，你知影意思无？系啊，了解好。迄个请占也毋知影，占应该是暂时的意思吼，占。迄个请咧，请因来且暂时万请迄个请，请好，互因请将味地，迄个请我来记一个好啊，请将请第二条，请暂时请嘛有暂时的意思。好，我记一个哦吼，98页，请，他有请将，无请将连做伙。好，继续。互因请将味地，后来什么？后来请准请，这个是敢是共一个字？请准在请这个请共音无共意思，请准来在因对嘿，倒走了解走路的意思哈。请准在因倒走，请准在因倒走到大龙崩，要上休伫遐。有人紧按机来通知，讲下晡要拆大龙崩的拜堂，店家无妥当，就随时搁坐船去轮仔顶。轮仔顶敢是中轮遐？轮仔顶感觉进前有轮仔顶进前敢若有听过即个所在吼，来看觅，看迄个敢有记轮仔顶是设置，伊讲轮仔顶设置了三角波，敢是即个？轮仔顶是第5项，即个表的第5项是轮仔顶。好，蛇三角波，轮仔顶，蛇三角波，好，好，蛇了解，迄就是定定咧做大水的迄个所在。迄个，迄是。原来做大水哦，做大水，系啊，就是较早定做水灾，引着啊，系啊。
花洲对，无福州，无啥甲埔，毋知迄对这种地名哦，无讲毋知。嘿嘿，诶，所以写人讲写岛，其实毋是岛嘛，又连起来。我较早若印象中讲，敢毋是岛，啊，毋过就是树熊，应该是大家拢叫伊是岛，所以讲实际上嘛，无一定是岛。好，继续吼。坐船去轮仔顶，暂时踮伫伊个母舅的厝。母舅，迄即个母舅甲就是阿舅，就是母啊的兄弟。对。母舅好，踮伫伊个母舅的厝，所有的物件，衣裳拢互歹人抢了了。无衫通穿，沿路有得着朋友送因旧衫，实在真凄惨。要久伊拢无失志，到拜堂起好，伊就搁去遐传道理，拢无惊。但伊虽然离开世间，所有捌伊的人，还咧笑脸。好，这段长，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，来，第4吼是为着道理，拄着群众也无失志。法国拍台湾的时，伊伫新店拄着真大群众，伊店的拜堂互歹人拆到变地，伊的物件拢互歹人抢了了，也煞要掠伊的囝去卖，就是现今伫网咖伫做牧师迄个。改在有好厝边，互因请占味地。后来请船载因逃走，到大龙帮，要占歇伫遐。有人紧暗前来通知讲，下昏要拆大龙帮的拜堂，店家无套动，就随时搁坐船去轮仔顶，暂时踮伫伊的母舅的厝。所有的物件、衣裳拢互歹人抢了了，无衫通穿。沿路有得到朋友送因旧衫，实在真凄惨。还佫伊拢无失志，到拜堂起好，伊就搁去遐传道理，拢无惊。但伊虽然离开世间，所有捌伊的人，还伫笑脸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个中会，北部的教会伫1904年10月4日有设立中会。迄点正当一个哈？即等吼，有设立中会吼，安尼读，变有对，拄则袂记你变调，有设立中会。吼，迄点正当一个有组织伫淡水新学校。好，迄句话看无，迄点正当一个是啥物？当值是应该是当值了吼。原来是安尼。当值，所以后壁迄个下应该爱有轻声，较顺吼。当值下，当值下，迄个正人就是众多吼。了解，当值了解。所以讲迄点正当值下有组织伫淡水
新学校，安尼吼。嘿好，这段短短你敢要来读一遍？符合中会，伫遐的计划。北部的教会伫1904年10月4日有设立中会，迄条当一个有组织伫淡水新学校。好，继续就是一寡人名：宣教师吴威廉、本岛牧师兼清华国教会的长老大场亭李春生、芒角林公新店王家。王家，免变调哟。王家，嘿，王家，毋是讲水，王，王，对，无迄个音，无落音，王家，水灯卡，单行，轮仔顶，李强，李合成，北投林乌碰这个名真趣味呢，林乌碰，和尚酒，这个和尚酒甲迄个和尚酒是无共，也是共款的。共款啦，伊汉字有时写和尚，有时写和尚。所以讲应该就是宗口的和尚酒。毋是宗口，是伊有时写文音，有时写白音啦。是，了解。好，和尚酒，李应允，百里芬，老牛，南坎，林立王，新调，嘿啊，新调是啥物所在？青莲，市水城。来看新调是啥物所在？新调，新调啊，新。毋捌听过新调这个所在呢？新调，伊讲是新的建筑啊，是新调的排腔口名呢。新调嘛叫做新调呢。我毋捌听过，毋捌听过呢。绝对早了，但你等。Google 凊彩 Google 找到一个 Wiki 找到的，我来看找台语敢有收这个新调这个音。代理店毋是代理店甲找台语收的新调，拢是新的建筑这个意思。系啊，是伫 Google 找新调才有找到。我来看，这敢是真正有这个音，也是 Wiki 凊彩编的。有可能啦，南坎了后就新调。嘿，新调，嘿啊。不过我，嘿啊，就毋知影，拢毋之前拢毋知影新调有这个音。我看觅哦，有一个白话字的文献馆，我看觅。毋过就是伫迄个文献馆收的迄个新调的迄个音，嘛是伫教会记录出现的，才有即个音。单音中，转变配合。我传一个 link 互你，就是拄则我讲伫一个白话字的教会文献
有看到另外一个所在出现迄个心中即个音。嘿嘿，第36号迄个人甲所在，就是新着啊。嘿啊，心着，嘿啊，就是毋捌伫别所在看到即个心着，甲叫做心着即个音，趣味。好，好，感觉继续稍等下吼。心着好。36，嘿啊，你较是安尼写的，但是是叫心着但新着，音中，你伫对看啦，因为嘿啊，我看迄个是新着中，新着中哦，新着啊，吧，着后一抓，嘿啊，新着单音中，OK，嘿啊，嗯。嗯，嘿啊，毋知敢是古早的音，抑是啥物？好好好，真正毋捌听诶，人念嘛，就是我伫嘿啊，伫遮嘛毋捌听嘿啊，人咧讲。拢毋捌听，嘿啊，对，好，哦，搁有后一个所在是大考汉，大考汉知无？大毋知溪，毋捌听过，大什么？大溪，哦，是哦，嘿，好好，大考汉就是大溪，好好，嘿，大考汉，张春博，张春博，好，即歌人名读煞，你敢若来读一遍？人名甲地名，大考汉，这清朝嘿，的时代的名啦，我真正哦，毋捌听好好，人讲，但是我知影伊些。哦，你若查即个大，你查即个大溪嘿，吼，嘿，大大溪啦吼，阮是讲嘿，大亏，嘿，即个Google 好啦，即个讲伊国嗯，学地名叫啥？嘿，嗯，遮嗯，即汉字拢黑白写啊，有诶写安尼，嘿嘿，有诶写嘿啊，安尼，有大哥诶写安汉，尼，吼，嘿啊，嘿啊，对，啊，音差不多就是安尼啊。嘿，大考汉，可能嘛是你看嗯，是小李写人叫做大考汉，大考汉，嗯，哦，叫做大考嗯，汉。嗯，后来叫安怎改转啊变大溪去啊吼，嘿嘿，可能是大科坎啊的哦，嘿，溪嘛，溪嘛，嘿，台湾是，溪嘛，就变成这个是，溪啊，其实是和溪其他关系都无吼。嘿，嗯，好，来我来去读吼，好，来去读啊。嗯，宣教师，吴威廉，本德牧嗯，师严清华，国教会的长老，大潮亭李嗯，春生、芒甲林昂、新店王爷，嗯，水塘骹陈行，轮仔顶李江、李合成，嗯，北投林乌碰。嗯，何尚洲、李永稳、北离嗯，分、老牛、嗯，南坎、林，林嗯，日旺、嗯，新竹、黄青莲、池水城、大考涵、张春木。好，这嗯，好，继续后一段，好，吴威廉洪加拿大舞会的命令啊，了解，奉加拿大舞会的命令做主理，众人礼拜设立大
中会，后来正会员讲古伊，讲古讲古讲古，甲是迄个讲古伊做头一个中会的会长。会长敢是会长的意思？会长会长啦，我相信是安尼啦。会长应该就会长吼。啊，迄个公具，公具伊好了解，公具伊做头一个中会会长，也古单行黄青莲做正的技术，正技术甲副技术的意思吼。了解哦，这个公具，公开吹鼓嘛，公开选举啦，选举好，了解，这我记一个哦，公具会长，公具，这是毋是会长嘛？哎呀，感觉会长较食听，较食听着，嘿，好，公具会长，查无会长，无啊，若是正高一字的正，会正，好会长，来看卖会长。无无找着，找无会长。会长。毋知意思。好，都当做是会长好啊。等一下，我看卖会长。会长，会应该是第7条。等下我找会长，会众，敢毋过伊是一个人啊，所以讲，应该是我讲啦，后来正会员，已经有会员了嘛，公具伊做头一个中会的会长啊。我咧想应该是会长啊，吼，好，就会长，好，好，继续后一个词是迄个正的技术，感嘛是一个职位吼，技术，你看起来是第3条甲第7条技术。我咧想，可能是迄当阵甲，因即嘛基督教叫执事啦，吼。执事，嘿是记录者。是毋是迄当阵叫做技术？嘿，嘛有可能。好，继续吼。就议论分配中会的界限。了解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吴威廉奉加拿大舞会的命令做主理带证人礼拜，设立台北中会。后来正会员公举伊做头一个中会的会长，也举陈行黄青莲做正副的技师，就议论分配中会的界限。好，感觉今仔日感觉就到这啊，很多。OK，拄好。恁遐是8点也是10点？8点吼。8点，嘿，是，好。
哇，好，后壁应该是讲着足侪迄个中会，嘿，北部中会代志，原来的教会分做嘿，家己的中会吼，哦，对，讲叫好好，北部。应该是嘿，大会才对啊，应该是大会啊，再来伫中会啊，那直接叫做台北中会，我嘛无介清楚，反正就是对啊，对个分十二个市会就对啦，吼，有咱后回再来读吼，这好，个是第99页，99嘿，页， 99页，好，诶，我来看下99页，嗯，好，我记一个99页，好，我嘛写啦，好，安尼咱后回再过后来读，礼拜继续来读，好，好，OK，多谢啊，好好好的，晚安，好，后礼拜再会，再会。晚安。